在地人在地前要来看嘉义的东石甲布袋渔民，甲嘉义县市的邓埔农业工会共同来发起着放鱼仔仔的活动，伫布袋渔港放10万尾鱼仔仔，希望海洋恢复着生命力，海洋的资源会当永续来循环。 饭店业者甲大项河顶有7台渔船发起鱼仔仔放流的活动，透过民间的力量，买10万尾鱼仔仔来放流。本身我们有渔船在捕鱼，然后就是想说，取之的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伫众人的拍拼之下，共同将这鱼仔仔倒入海水内面，嘛讲海洋的资源会使影响。 保护渔业资源袂使钱，透过这鱼仔仔放流，会使增加渔业资源，这是上个直接的方法之一。放鱼苗能够让海洋资源可以慢慢的在过程当中复原起来哦。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放流活动，能够让大家去爱惜我们的海洋资源。那海洋资源是我们最现成的这个营养食物的来源。 海洋资源是人类营养的来源，即马因为海洋环境变迁，掠了伤过头，透过这个放流来保这鱼仔仔，希望讲会使让这海洋恢复生命力。